LARP 實境白色扮演，袂少人是認為講因穿甲奇奇怪怪，不過對這個摕來耍的人來講，因是甲遊戲內底角色帶來真實的世界，寫劇本、手工做服裝、道具場景，暫時脫離日常生活，體驗無同角色的人生。下午7點半，高時台期待青春咱的夢，帶大家來熟悉少年人的新世界。LARP 是實境角色扮演，為歐美發展起來。最近這10年，在台灣有愈來愈多有興趣的人，嘛辦各種的活動，規模是愈來愈大。像台北市每一年舉辦的龍山地下城奇幻市集，就是其中之一。開始上吧，小朋友們3個字啦，3個字那邊，這是有魔法，但3本得戲啊，嘿，很荒謬，嘿，還要講咒語，然後3個字的咒語。就這人做會體驗迄個故事，會當共人拍的，感覺好爽誒。袂少來耍的人初初是來體驗爾，後來有人佇咧 LARP 內底找到伊的生活方向，甲打造武器的興趣延伸做伊的夢想，甲這個工藝成做伊的工課來發展。接觸 LARP 是講，玩 LARP 的人對古早時陣物件較有興趣，我想講會使。甲文化做一結合，我家己嘛介意，會使透過這個 LARP 的所在，會使去再推廣到較儕人會使熟悉手工的代志是做啥物。4個人而已嗎？好，4個人進去。每一年台灣規模上大 LARP 的活動，佇屏東的一間農場舉辦，3天的行程，劇本內底故事有超過10萬字。100萬等級的道具甲配置，是啥濟國內外有興趣的人來報名甲參與。這初衷啦，想講要提供一個實際存在的世界，互大家耍。因為台灣無，但是咱認為台灣應該要有。普段僕は仕事を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、休日こうやってファンタジーの格好をして、ファンタジーのキャラクターになりきって剣を振ったりとか話したりトーキングしたりとか、できるのがもうとても楽しいです。LARP的精神，講一句話就是活出另外一個人生。你當體驗，你會當去好，去讓你去笑，就是去感覺本來的人生無法度體驗的代志，對我來講，迄是上重要的。在 LARP 內底，大家暫時脫離日常生活，進入奇幻世界，投入第二人生的角色，在交鋒甲互動當中，感受遊戲的世界。即嘛有更較儕人加入，嘛互實境角色扮演的奇幻舞台會愈來愈大龐。記者洪兆生、吳一修綜合報道。